宜兰罗东的林业文化园区的山池，最近出现泰国渔夫甲五桂鱼等外来鱼种哦。罗东林管处是请民众做伙来遮钓鱼，结果嘛钓到331尾的外来鱼种，为环境来尽一份心力。 民众转鱼钓的钓线，才甲鱼儿弹出去。钓起来的鱼有外来鱼种、泰国乌鱼和五桂鱼等等。这只泰国乌鱼佫甲吞落去的本土种斑骨吐出来，看出外来鱼种对本土物种的危害。那个是台湾的斑龟。哇！对，台湾斑龟小孩。那刚刚被吃的。对，还有那个虾子。宜兰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底茶池，最近是和泰国乌鱼和五桂鱼这外来鱼种侵扰。罗东林管处因为安尼，第一摆办外来种的鱼类移除环境教育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用钓竿来移除地内的外来鱼种，为着移除331尾。活动可以多办一点。真的哦？为什么？把外来种钓完了。全部都是外来种。 有6条，而且这种生殖能力跟我们的乌龟鱼差不了多。它有多大？这泰国乌鱼互钓起来了后，是放伫网仔内，用手来量，体长是60公分，比地内的斑骨、台湾扁鱼和其他鱼拢较大。 都透过这样的一个钓鱼，可以来移除外来鱼种之外，也同时跟大家讲一些环境教育的概念，希望大家对于这个外来种的一个议题要有所关注。这场活动，真侪家长拢带囡仔来参加，除了用钓竿是真好耍，嘛真有教育意义，嘛互囡仔了解生态知识。罗东林管处讲。 就算要完全清除地内的外来鱼种无简单，但是活动有宣示意义，提醒民众莫凊彩放生，影响生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